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小小新。今日會同大家坐輕軌。今集係澳門之旅鐵道篇。我哋今次特意記錄澳門輕軌行程，會由排角輕軌站起步，去到賽馬會站，沿途會經過運動場站。片中以真實行車速度1倍速播放，真實展現輕軌車速。今段影片冇贊助同收入，完全自費拍攝，送俾鐵膠。就算你唔係鐵膠，一樣咁歡迎。即刻讚好，分享影片俾朋友，按埋訂閱睇晒所有片。轉眼間就到咗運動場站。依家我哋坐緊呢班車唔算多人，為咗唔影響其他乘客，唔會拍攝車廂內情況，希望大家理解。感覺車速唔算太慢，輕軌平均速度約每小時25公里，列車設計最高運行時速可高達80公里。而且可以睇到車廂內風景，感覺幾得意。今日天氣幾好，好，我哋繼續出發。車費方面，一般單程票由6元至12元，優惠票價3元至6元。營運時間為周一至周四早上6點半至23點15分，周五至周日及公眾假期為早上6點半至23點59分。呢段路以架空露天設計，唔阻大家欣賞風景。眨下眼就到咗馬會站。馬會站真係對住馬場。如果大家冇坐過澳門輕軌，真係要試下，自己感受下。今集接近尾聲，記得俾 like 同分享訂閱，以支持小小新。希望大家鍾意今次行程。最後多謝收睇。上兩段影片講澳門2日1夜行程，如果未睇就要去睇。下一段片再見，我係小小新，拜拜。